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0月21號啦。天驕設計嚟到迎海，為咗個舊嘅客戶咧，就更換咗一套露台嘅蚊網門啦。咁原本有嗰套咧就係舊式嘅風琴式蚊網啦。咁我哋已經幫佢拆咗㗎啦。咁而家換咗套新嘅高清無地軌嘅防蚊門啦，已經裝好啦。咁下邊咧睇到咧一條引導條好薄嘅3至5mm 左右嘅啫。咁拉出嚟非常之暢順啦，推到尾磁石吸住咗，咁啊非常之高清啦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開咗網同冇開網嘅玻璃基本上就冇乜分別嘅，大家可以清楚睇到。咁啊非常之高清啦，效果非常之好嘅，個客人都非常之滿意嘅。係啦，而且呢套網咧最大嘅闊度咧可以做到2米啦。咁呢度基本上都差唔多接近2米㗎，1.95米咁闊啦。咁就可以做到單幅開嘅，咁就相對嚟講就會中間冇一條柱啦，就會美觀好多啦。係啦，因為客人呢隻係3摺嘅露台門啦，3摺嘅露台門啦，當開晒嘅時候就好闊嘅。3摺嘅露台門開晒之後咧，就非常之闊嘅。可以睇到成隻門開晒就咁闊嘅。咁呢隻網咧就可以一次過封晒落去，咁呢個位全部就可以開晒啦，咁就非常之通風啦，效果非常之好啦，而且高清啦，係啦，又可以一個好大嘅通風面積，又可以防到蚊蟲，咁就非常之適合一啲2米以內嘅大露台門啦。咁如果個客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天驕設計，多謝晒。